早我谢谢哈，好，拜拜。好，哎，头家你有加油啊！剩几天嘛来啊？是啊。哎呀，真重啊！哎，挂好未？差不多啦。哈，落难咯。没啦，哪你讲？你一杯再去吧。唔免啦，我搁要赶去送货，多谢你哦。是讲哦，喊你看到早已经那个生意卡家啦。啊，路较细腻哈，要小心咧。多谢你吼。啊，什么货？好，我管了。好，管了，来，感谢啊。要小心咧哈。我回啦。好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哦，四位，来，咱波边啊几啊声款啊，来我帮一下来。哦，你把做这个我打动啊你啊，忝嘛吼，来，我帮你来遮拎的啦。卖淡仔加塞奶啦哈，你若较歹，你较歹拨的吼，较骨力啊走，我嘛免在这卖槟榔卖凉的，轻囡仔的5零分钱。怎啊？抱落马卡，走啊，我才一支啊啦。哟，阿三啊，哦，来遮拄好，你也来遮。安怎呢啦？袂使哦。路是政府开的啦，我要去倒，我去等伊那动员呢。头家呢？等小来一把。啊，白走伙有呢，啊，讲的何必遮尔咸要创啥啦？真是啊，哇，听讲车你开的呢？是啊。哦，像咱走这道的啊，暗捌头个早人咧开车的呢，我看你一头一个，安尼啦，以后莫叫你吹笑，叫你收歌好啊啦。嘿啊，秀哥。三啊，我那边要加便当，我等你转来吼。哦，好啦。阿三啊，我就是好势是甲你讲呢，再水果唔是你想你所想的遮尔简单呢，再水果啊，上惊是去扣掉啊，人慢美角的人啊，钱无赚着不要紧的，反正爱了呢。听你伫放臭。头家啊，别做就一啊，叫过一啊，歹势啊。阿三啊，哇，辛苦，啊，这走路这样远着，忝嘛吼。没啦。这物件好，我再叫人搬，啊，你要内面休困吼。哦。来，多谢哦。你嘛来阿三啊。啊好。真是啊，啊，这早有准无？啊，敢有拄着什么困难？哎呦，放心啦，有我阿三仔伫个，哪有啥物困难啦？套饭啦，我来讲哦，规路我顾到我顺顺的咧，敢若差个哦，等我回家的时候，我无落来体会尔啦。那安尼就好啦。阿君啊，几时这机票吼，互春秀啊？哦，是，多谢您。伊如此啊，多谢你嘞。那安尼讲啦。你这阵走很辛苦，应该我该说多谢才对。应该啦。来。头家娘，这水果拢扣箱嘞，要安怎？哎呦，迄走长途的啦，靠箱是难免的啦，上济吼一两箱尔啦。啥物一两箱？这叫我大箱嘞，毋是你看卖啊？这较有可能啦，无你去看卖啦。咋安尼啦？阮去落货吼，拢足细腻的，这一路嘛走到足平顺的，哪有讲靠箱遐尼济？哪呢？无要紧啦，可能是因看唔到啦吼。阿三啊，阿贤哦，歹了啊，我毋若歹了哦，搁流汤呢。哪安尼啦？哪安尼啦？啊，一定是阿全啊，甲阿贴迄两个病的啦。哇，咱中昼时啊，去迄槟榔摊哦，看因两个鬼鬼祟祟哦，我看一定是因两个啦。阿三啊，你袂使讲愈烂啦，咱若无种无久，这是咱家己无细致啦。毋过人也是爱咱负责的。这毋是吼心良负责问题啦，啊歹叫汉日济吼，我是要咱含 AI 遐水果收因交代。无要紧啦，啊我在中部遐吼电话阁有回我啦。来啦，这机票摕去啦。袂用的啦，我无甲你载好，搁害你安尼四界调货，这钱我袂要收啦。无啦，春秀啊，这是我叫你走安尼，啊你搁走啊遐辛苦着，你应该爱摕这条钱才对。袂用的啦，你交代我做的工课，我拢无做好，无论如何我袂要收啦。春秀啊，
键，对啦，妈妈讲只抓回来吼，要甲你买迄个囡仔册，妈妈即摆就无趁到钱，所以我不爱囡仔册啦，我要妈妈较早转来大阿顺就好啊。快钱，歹势啦，妈妈最近吼，拢出去外口做工课，无亲像较早吼，会当讲咧，定定边咧到厝里耍。妈妈，你啉酒忝吼，我帮你捶背好不？好啊。进来啊！妈，啊，囝婿有顺无？趁偌济钱哈？哼，我就知哦，春秀啊，我就甲你讲过啊嘛，查某人要甲查甫人比哦，真拼咧哦，啊，啊是哦，找只好有课的查甫人嫁嫁较要紧啦。妈，快钱啊，先去房间内底，妈妈连面入去陪你吼。乖，听妈妈的话，先入去。快。是啥？哎呦，孙花啊，你这样行啊？无啦，我都伫附近咧办代志啦，就想讲这久无来啊，我顺便来看看。对啦，哎呦，带一寡礼品来。那就遮功夫啦，来就好安尼，多谢多谢。袂啦。来坐啦，来坐啦。好啦。春秀啊，我有啊，顺便吼，载囡仔要佚佗的啦，内底后只佚佗物啊。安尼啦，来，这送你，好不好？哎呦，那样安尼，所以还钱啦。你看这里无你数啦，赶快起来！这个爱教啦。妈妈叫你赶快起来，你有听到无？快点啊！哎，这个来吼。春秀啊，我是讲哦，囡仔本来就毋捌代志，袂要紧啦。春秀啊，咱平平拢走车的吼，以前哦，什么对不住的所在，请你多多包涵啦吼。是讲咱以后会当做好朋友嘛，吼，安尼吼，对啦，大家相照顾就方便啦。啊是讲傻呀，哎呦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，你吼若无嫌阮瘦就好啊啦。像我以前啦，阮有着在生时阵哦，日日食头路，你嘛足照顾伊。哎呦，这点我看足甘心的。咱哦，像你遮尔有钱，遮尔有势，啊，若搁生做缘投，着疼伊啦。哎呦，什么人若对你食情哦，我是终身是小好友啦。无影。哎，春秀啊，春秀啊，你嘛莫安尼，来食是客，要啥济物件，啊，不敢讲两句，我就给你去。你无教是袂用的啦，你是安怎教？快点啊！这你无礼貌，你搞到都不跟当哥哥讲开心嘞！啊，我退阿姨啦。你，啊，妈妈啥都甲你教，这久无甲你修理，你拢变歹是无？哈？你别忘记，妈妈这个一定好好甲你修理。无啦，春秀啊，你别来啦，迄囡仔袂要紧，你是咧讲？你有坏无？是啦。我安尼专工来啦，开遐济钱买一大堆礼物来，结果咱啊规身躯当大啊！是啦。免啦，退啊！你收。受气卡咧，哎呦，拜托的啦，莫受气啦。有话好我讲，我嘛唔知讲，我做代志变成甲安尼，无要紧啦，无成功，咱以后再去想办法啦。想办法？嘿啊，我看免啦。气死！哎呦，要死我！啊，真人有话我，无啥物通讲的啦。母啊，莫搁讲啊啦，钱啦，已经摕出来冇出来，怎啦？这个笨傻，前排讲10几万，叫伊摕钱也行，咕咕摸摸，搁再死过去。今仔日伊若是无把钱摕出来，要爱这个钱。你大爷，哎呦，哎呀，那当你还搁有无？先救这个啦。
钱嫂啊，你即摆是咧甲我滚耍笑？你当作我银行的哦，我有钱就有钱哦。傻的啊，那你嘛较好心的，敢若我唔捌甲你斗三工价，莫讲我无情好啦。母啊，好啦，所以拜托的啦，你来甲救阿姐，你若无救呀，伊死啊真歹看，拜托的啦，你去救一下，以后我保佑你啦，拜托的啦，好。 错啊，拜托的啦。好啦，既然你安尼讲，我就救伊一摆。这是我的妹事，来钱若欠你的钱，我收金毛退单，安会使咧？好，若是有大头家出面，代志真好解决。明仔早上就过来收钱，若是收无钱，这个笨傻的手，我就要讲我怎么？行，哼。 无路用的。哎呦，有事死咧，有事死咧，有事死咧！你是出是要气死我先？做这个代志，吵死我！所以啊，多谢哦。钱嫂啊，咱即摆人我替你救回来啊，来亲啊，这条事我替伊负责啦。也毋过你拄则讲的补偿，还是要安怎补法啦？啊无，是要叫我安怎害啊？喂，哎，有你会有你哦，我什么啦？哎，喂，哎，啊，喂，哎，俺来切掉了。你是这啦，惊死人啦！透早就咧困，无怪无生理通做。那你甲我管哦，我爽就好啦。辉君啊，好啊。阿三，曾太太还未来啊？头家娘无伫的，我才上大啦哈！啊，有啥物代志哦，甲我报告就会使啊。无啦，是安尼啦。我着最近哦，接栋大楼做紧的生理啦。啊，毋过哦，我的火炮火也无够，所以我想讲哦，请恁哦，甲我走一撮南部再火转来。讲来参考看卖啦吼，这哦送花哦，我同经验啦吼。啊花哦，分几啊十种吼，无同款的花哦，就无同款的价钱。啊，啊是讲哦，这届你是要送什么花咧？拢有啦。哦，这边的需要的货量哦，真大。哦，安尼哦。哎，小蛋，小蛋你，小蛋，哎呦，你别受伤啦！你看，我才拄啊好心带你动，你就甲我扒啦！你看，过瘾啦，死好啦，这就是好。好痛！你哪会找我来这种冷漠所在啦？你看，新人透早就咧困，一条烟搁开下开卡，我看哦，咱的花哦，若要托你走车哦，到时阵唔知变成啥物款啦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要这样子狗眼看人低哦！我甲你讲啦，我这个车行哦，准时哦，甲税是第一名的啦。你干嘛我是狗？你回归啦，搞不了。回归。好啊。阿三，歹势吼，阮小妹啊，就叫火球虎个性啦。啊，你莫甲计较。哥，你哪会伫个比头前讲我是花家宝啦？本来就是袂。好先生，好小姐。哎，头家娘啊，后尾哦，讲有花要载啦，啊，看你是安怎啦。好先生，你家己有车，敢需要阮呢？是安尼啦，我最近吼工课足无闲的啦，才去过来栋大楼做紧的生理啦。我一人应付袂来你，所以我毋才想讲哦，加请几个人来斗相共啦。陈太太，你若讲哦，嫌讲再会伤麻烦哦，我使加贴出啦，做一补偿好无？头家娘啊，咱散哦，就要使到有骨气啦，唔爱使到互人看会起啦。啊，莫参一个人哦，一日来就嫌东嫌西啊，敢若火家母咧，啊，听过伊糟蹋啦，吼，我看，咱这摊生意咱莫接啦，吼，安尼敢袂去互看无啦。哎呦，你可真有个性哦！好啊，你若有志气哦，你若莫食。慧君啊，好啊啦，咱是来讲生理的呢，是要拜托曾太太甲咱送货的，毋是要来冤家啦，你莫安尼好无？好啦，
拜托你啦。阮一定会准时送到位的。哥，你哦，真正是无代志找代志做啦。这一间会有项袂使找啊，你偏偏特别去一间，结果咧，听看人的目色，害人巴肚内规把火。慧君啊，你就是无耐心，无怪这个花哦，你拢顾无好啦。咱种花哦，上重要就是要有耐心，还佫细腻啦。是讲较小代志，你就无法度忍耐，是变哪讲种花啦？这甲迄有啥物关系啊？那也无关系啦。你想看卖吼，咱遐尼啊辛苦咧种花啦，嘛是为了生活。若是讲咱的花有啥物损失，咱就了钱啊。我就是惊一般的花运行哦，咧搬花的时阵啊，会伤到花啦，所以毋才会想要请曾太太甲咱斗相共。啊，曾太太是查某人啊，做代志较细腻啊，咱的花啊，毋才会袂去伤到。哦，干嘛呢？真正看袂出来呢。花君啊，你着较用心照顾花，花甲人同款是有感情的。你若较用心甲照顾，花哦就会开较水。我看哦，你毋是为着这个花啦，照顾。哼，我看哦，你是为着春秀啊，迄朵花毋才是真呢。你莫胡别人讲啦。哼。关键啊，你好好困哦吼。有德啊，关键就拜托你照顾啊。啊，我要来走车，你要陪关键好好困哦。阿母哦，看你最近袂啱咧哦，你消散落吧，定着心仔去要甲你补，来，摊烧去嘛。妈，多谢你啦，我吼出车要卖货啦吼。哪有查开的时间？食来早去摊烧，食来早去。妈，哎呀，无查开这时间啦，那算命。你一摊烧食者，你这身体较会用，看到无吼？啦，会去耽误着人的代志。啥要耽误？我才毋是咧，食土鸡肉。对啊，哦，这偌好咧。来，金帅，哎呦，来，嫂呀，哎，这喊行啦，这里阿妈你还过来？啊你煞袂记哦？啊恁来前去用阿要讨笑，我答应要负责较底啊，摕钱来互你啊。哎呦，对，我煞叫袂记，真感谢哦，你我叫这尔照顾，啊若无哦，这边若毋是你，我毋知要安怎。哦好，嫂呀，我吼甲阮春秀补啦，来，做恁一份。来，恁坐，看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哎呦，讲真歹势啦。啊，我是调工来看，来一人看有啥物代志无？免遐功夫啦。爱啦，这有鸡哦，土鸡了，偌好咧，趁小啉者啦。好哦。嘿，后影，我这钱吼，你摕来去互人，啊若无吼，过一暝就搁做利息的吼，啊你两偷偷用吼。妈，我还要走。你去招待，你这袂咧啦，时间了就来，来啦，听我讲嘛，啊我摕钱来去，啊你踮咧遮吼，小酒好者，我随转来啦吼，随转来，我随转来啦。苏老板，歹势哦，我赶时间要出车啦，无你家小坐一下吼，我先来走啦吼。无哦。春
飞来收花期，青春男女好情谊，双人长美甜。妹妹我是真真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。双人来到阳明山边，樱花开甲满满是，桃源也在边。三明水手好景致，快乐的春天。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